逐当的8月到9月哦，是花莲关局里的金江花季，目前花大开路，也毋过即寡民众哦，也准讲山区的道路因为风台搁中断，所以哦，真侪旅客拢退订了，当地农民哦，搁民宿业者是真无奈。当时金针花大开的赤瓜山顶，满满拢是柑仔色的花海，也毋过就是无游客，原本订房的旅客也突然退订，因为听讲去赤瓜山的道路已经互凯比风台毁掉，就算会有危险，所以取消行程。因为我们正值金针花季，山上的路况也都是 OK 的状态，结果它临时取消之后，变成我们准备好的房间，对他又没有来。金针花龙也真反弹，山区道路并无中断，游客煞毋敢来。修成的金针花毋知要卖互啥人，即马佫拄着毋是舒适的要件，大家拢真烦恼，今年的金针花季恐惊会无人来。呼吁我们的乡亲朋友有些时候不要误导跟误传影响到我们在地农民朋友的权益。事实上，现在无论是花况以及整个的路况。以及安全的情形都比过去来得更好。公所表示，受到控诉控3大地震甲凯比风台摧残了后，花莲观光已经受到严重冲击。也毋过南区乡镇并无受到影响。赤瓜山产业道路虽然有2-3个所在咧受限，也拢是去年0918地震所造成的。这工程拢已经完成95%，有计9月底完工。记者综合报道。